依家好多人會喺串流平台度睇電影，安坐家中又唔使同人哋逼，真係好舒服啊！想幾時停就幾時停，想講嘢就講嘢，想點坐就點坐。但仍然都有好多人會去戲院睇最新上映嘅電影，一方面唔使俾人哋劇透，另外一方面可以支持下自己中意嘅演員。戲院提供咗個 vibe 俾觀眾逃離現實，全程投入劇情。始終戲院係公共地方，唔係你同 friend 喺度圍威喂嘅地方，所以要尊重其他人，唔係自己屋企嚟㗎，唔係你想點就點。所以我想用常理心同自己嘅經歷講下戲院嘅禮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賴喺梳化。今日我哋出去戲院睇下有咩禮儀。入戲院最重要係咩？任達華話咗俾你聽啦。個電影業俾你搞彎晒，你經除咗搞彎成個電影業，而且係犯法㗎喎。佢講咗10幾20年，都仲有人喺戲院度錄影、拍攝、影相。而家個個都有電話，要錄影或者錄音都好容易。但係有冇諗過版權問題？我未親眼見過有人錄，但喺 Flash 上面見到唔少人有影相拍片。尤其是依家《尋秦記》Zootopia 上映，大家都為咗打卡影相或者錄影，要話晒俾全世界聽佢有睇。就算你話我淨係影 credit 啫，但嗰啲其實都係電影嘅一部分，都唔應該影。借票場演員同大家互動嗰啲就可以，因為嗰啲唔係電影嘅一部分，而且演員都允許大家影相拍片。其實要話俾人哋聽你睇咩戲，你喺出面影張戲飛咪得咯，唔使入戲院入面影相嘅。呢件事冇尊重過版權，冇尊重過製作人、演員等等。可能會話遲啲串流平台都有得睇㗎啦，點解唔錄得啊？但串流平台係大家俾咗錢買版權先有得睇，同樣道理，頭文字 N、頭文字 D 仲有頭文字 A 都唔可以 screen recording， 會黑畫面㗎。準時入場好基本啦，除咗可以由頭睇起劇情，唔會 miss 任何一秒，亦都唔會阻住後面嘅人，因為行入去自己位嗰陣一定會擋到人哋睇睇下無啦啦有個人影行過，係幾騷擾嘅一件事嚟㗎。雖然可能只係10秒以內嘅事，又或者坐最側邊都好，都會擋到後排嘅人，都盡量唔好啦。經常有人遲到都會擋住咗我，咁當然我都有試過記錯時間入戲院啦。記得嗰時係睇緊天能 ，miss 咗頭5分鐘，入去嗰陣已經喺 theater 對戰，我係坐喺最側邊嘅位，都好尷尬啊！而且睇到中段都唔係好明，所以都係要準時入場啦。麻煩睇戲之前睇一睇 trailer 好啲，了解下劇情。如果唔係就唔好問做緊咩啊？呢個邊個嚟㗎？我成日都聽到有人咁講，又或者喺度傾劇情，講點解佢會咁。哎呀，佢唔好咁啊嘛，一早講咗咁啦。就算用氣音講都好，其實都會好明顯。通常我會薯佢哋，不過好快佢哋又會講翻嘢，其實都真係好騷擾。以前睇《大犯罪家》，坐喺我前面嘅師奶同佢老公講：哎呀，快啲走啊！哎呀，啲錢啊！講咗差唔多半套戲，當時細膽嘅我就唔夠膽出聲啦。好彩嘅係坐喺佢前面嘅男人好嚴正咁同佢講：你唔好再出聲啦，再出聲就請你出去。而佢之後都真係冇再出聲。我覺得個男人好 man， 呢個方法都係好值得學習。最近睇戲，坐我隔籬嘅師奶竟然同佢個女講：早知買第2隻薯片啦！你個邊個嚟㗎？陣間去乜買咩好唔好啊？好彩嘅係佢個女完全冇理佢，而我佢之後呢，佢係拎咗部電話出嚟睇㗎。仲有我遇過一班中學生，佢哋竟然睇戲嗰陣喺度玩，喺度講笑，薯佢哋都唔靜，要玩就真係去第二度玩，唔好影響人哋享受電影嘅時候喺隔籬玩。已經唔係細路啦，要識得分場合。大佬啊，戲院嚟㗎，唔係屋企啊。我明有啲人中意討論劇情，我都中意，但係唔該唔好喺戲院或者套戲做緊嘅時候喺度討論。
我知食嘢好爽，睇戲最好有啲嘢嚼下，我都會買爆谷食。不過最嘈嘅唔係爆谷 clock clock 聲或者薯片嘅嚓嚓聲，而係食嘢唔識合埋把口嘅嚼嚼聲，好似合埋個口就唔識食嘢咁，好嘈。本身食嘢已經唔應該有嚼嚼聲啦，仲要加埋喺咁靜嘅環境，食到咁嘈真係好影響。試過有一對情侶坐正喺我後面食薯片，兩個人食到嚼嚼聲，女朋友仲要越食越大聲，驚死冇人知佢食緊嘢咁。Imagine 睇緊破地獄，許冠文飾演嘅哈魯文過身，或者鬼修女堆砌緊寧靜恐怖氣氛，後面有環迴立體聲嚼嚼嚼，依家諗翻都覺得好嘈。其實要有翻啲公德心，食嘢唔好咁大聲。我口有聲噶啦，冇人想知你咪食緊嘢啊！唔該你行下你個死人口啦，你食嘢着真係好煩啊！我都遇過一啲好為人着想嘅人，食薯片佢會咬得好慢，雖然無可避免咁有啲聲，不過就冇所謂啦。咳或者唔舒服戴口罩係公共衛生，尤其是大家經歷完新冠病毒，更加清楚戴口罩嘅重要性。但係都有好多人唔再戴口罩，唔舒服唔戴口罩就大鑊啦，就好容易傳播病菌。戲院呢啲封閉嘅環境，大家坐定定喺度，其實係最易感染到。當初新冠嘅時候，戲院封咗之後，仲要隔住坐 keep 住 social distance， 就知道戲院係高風險嘅地方。間唔時聽到有人咳到起痰，或者係咁打乞嗤，如果冇戴口罩係好唔衛生嘅。大佬，我睇戲啫，想帶走套劇嘅情節或者感受出去，唔係想帶走啲病毒。香港人忙就係人都知啦，成日都要用電話處理公事或者私事，但係睇戲就唔好啦。喺漆黑嘅環境入面，你部電話嘅光係會傳出嚟噶，就算你校到幾暗都會見到。你揀得呢套戲睇，麻煩就放低電話，好好享受套戲嘅氣氛情緒。就算套戲幾悶都好，都唔應該拎部電話出嚟睇 social media， 因為仲有其他人喺隔籬噶嘛。抱住來都來了嘅心態睇埋套戲啦，唔應該騷擾人哋。同樣電話都要校震機模式，冇辦法控制到人哋幾時打電話或者 message 自己，但我哋可以控制到自己電話嘅震機模式。尤其是依家咁多 cold call 同詐騙電話，睇套戲可能有6、7個詐騙電話打過嚟，除咗騷擾自己，都仲會騷擾埋其他人。可能就話老細搵我喎，咁你呢個時間睇得套戲，即係放緊假啦，即係私人時間啦，點解仲要俾私人時間老細呢？份糧包埋呢個時間咩？除非你話蛇王射出嚟啦，如果係嘅話就麻煩你出去講電話啦。試過有人響電話，跟住仲要用平時講嘢嘅聲量講，係啊，睇緊戲啊，我睇完再買啦，你要買咩話？哇，真係滅出所。笑點係好主觀嘅，有啲位係好笑，但係嚴肅位偏偏就有啲人係又笑唔係又笑，劇情牽動緊大家嘅情緒，戲院忽然有人哈哈大笑就打斷咗緊張嘅節奏，好似最近嘅《尋秦記》有好多笑位，全場都笑，氣氛好好，但有啲位唔係笑位嚟噶，就好似項少龍想放棄秦王嬴政翻秦宮嗰場係嚴肅嘅，都有人笑，唔明笑點喺邊，當然唔係唔俾笑或者出聲啦，就好似愉快動物餅大電影，大家一齊笑下，氣氛都好好。喺戲肉主角變晒做餅，有小朋友好惋惜，即使唔係寧靜嘅環境，都完全唔會影響氣氛，因為呢套係暑假俾小朋友睇嘅電影。世外小櫻一家食咗細佬嗰場，有唔少人好驚訝，呢個時候發出一啲聲音，其實一啲都冇所謂。仲有破地獄，許冠文叫黃子華估下哈魯文係咩意思，有個人衝出口講咗咩意思，其實都冇影響，仲好好笑。外國電影有好多黑色幽默，如果你 get 到人哋 get 唔到嘅話，其實你可以細細聲咁笑，唔使哈哈哈咁笑，話俾人哋聽你 get 到。戲院嘅禮儀不外乎守時保持安靜，尊重人哋空間同埋禁止違規行為，互相尊重，創造良好嘅觀影體驗。遵守呢啲基本嘅禮儀，先可以俾自己同其他人可以享受到愉快嘅電影時光。仲有冇其他嘅禮儀我冇講到？有嘅話留言分享下。如果中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 啦。